叔，进来吧。叔，我今天来就是想谈一下我跟妞妞的婚事。咱们不把斗地主吧？你要是赢了，我就把女儿嫁给你。3对1，3斤1钻，要不起，15、6、7、8，彩礼钱，要不起。我手里还有一个炸弹，4个件儿，你再不要，我可就春天了。王炸，不要，高3学历，一个4，月薪4000。过。 6、7、7、8、8，没车没房没存款。叔，我出完了。这炸弹走不出去的滋味真难受。叔，那我们俩的婚事……行，同意。Gucci, Prada. Gucci, Prada. 七月你看，过来，好吃的，你看。真的？你知道这是嘛吗？坐着，你坐着。啊！我告诉你这是嘛啊？这是新出的一种水果，草莓味儿的。真的？真的，你尝一下来。怎么样？没有草莓味儿啊？嘛味儿的？没味儿。我不告诉你草莓味儿吗？那肯定是没有味儿啊。你有那么损？怎么的？你给我吃了吧这个！我跟你说，哪有草莓味儿？你别给我动手！别给我动手啊！媳妇儿，给我来点辣条吃呗。那就拿1根啊。行，我就吃1根。1根啊。不，哎呀，刚才嗓子不好受，怎么了？给你。我晕。给你了吗？都吐上了吧？不吃了。那我吃了。自个儿吃吧。杰哥，干嘛？走，带你溜去。我带你去溜喽。来，上我的宝马牌自行车。你跑马！哎呦！什么呀？啊！烦死人！这么3天吃，哎，别说这么说的。哟，美女有事没？美女有事没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说啥？回光返照。妈你！哎呀！不救我！你抢我包是不是？哎呀！哎呀！早上5点钟，我们来线下见你吧。哟，你看你身上爬什么？说，看你身上啊，妈呀！你有病啊你呀！你个还碰瓷儿啊？多大岁数还纹身，真是！哎呦我的，多大岁数了，憋着不得，真的，你就烦透了，你。哎呦！啊！
小叶，啊，不吃饭你又录啥呢？你给我拿个纸。拿壶可乐喝，给我来可乐。事儿真多。你这可乐在哪儿买的？你这可乐？哎，你这可乐在哪儿买的啊？我可乐呢？媳妇儿啊，以后我俩吵架能不能不动手？能，那老公，以后我俩打架的时候，我动手打你的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还手？能。我试试呢。你看没还手吧？我再试试。没逼完了。你咋的？你咋的？我打不了。打咋的？打我怕你啊！